兄弟姊妹大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6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试探。学生伫在学的每一个学期，拢会面对段考啦、期末考啦，这个目的是要来试验学生学习的成果。人生拄着试探，会当讲是无时不刻啦，试探伫原文的意思是讲试验还是考试。亚伯拉罕伫伊的太太撒拉安息的时阵，为着要买一块土地埋葬，嘛是拄着试探。伫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安尼记载，撒拉一生享受着127岁。撒拉死伫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着伊爱上帝靠。亚伯拉罕离开藏撒拉尸体的所在，去甲赫人讲：我是行脚伫恁遮的外族人，请恁互我一块墓地，通安葬我的某。赫人应亚伯拉罕讲：先生，请听，你伫阮遮是上尊贵的人，厝在你伫阮的墓地拣一块上好的地，安葬你的某。阮无有一个人反对你伫阮的墓地安葬你的某。亚伯拉罕起来，对迄所在的赫人拍伫涂骹行礼，对因讲：恁若肯互我安葬我的某，请替我请求索哈的囝以弗伦，将伊的土地买了的麦比拉当卖互我，伊通照作业的计数来卖互我，互我伫恁中间有土地通做墓地。迄阵，以弗伦甲其他的赫人坐伫城门口，伊伫大家的面前引亚伯拉罕，众人拢有听到。伊讲：毋通安尼，先生，请听我讲，迄个地我送你，连内面的棚空我嘛互你。我伫我的同胞面前送互你，互你埋葬你的某。亚伯拉罕就拍伫涂骹，甲当地的人行礼，伫大家面前引以弗伦，众人拢有听到。伊讲：请听我讲，我要甲你买迄块地，请你着甲我收钱，通互我伫遐安葬我的某。以弗伦因亚伯拉罕讲：先生，请听我讲，迄块地值400箍银。这个价位数是咱两个人对咱两个人兼有算什么？你通安葬你的某。亚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照伊伫赫人的面前所讲的，将买卖通用的钱算400箍互以弗伦。对迄时起，以弗伦伫万里的对面麦比拉当迄个地，包括迄区园迄内面的洞穴，甲四周围所有的树木，拢归亚伯拉罕。伫城门口的赫人拢做证，迄块地归属亚伯拉罕。后来亚伯拉罕将伊的某撒拉安葬伫迦南地万里对面麦比拉插野的洞穴，万里就是希伯伦。保罗伫写互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中间提到讲，伊毋相信魔鬼已经诱惑当地的基督徒。使得保罗甲同工因的教导来变做空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保罗安尼讲着，所以阮担袂牢，
决定简单阮留伫雅典，就找阮的兄弟，嘛是为着上帝传基督福音的同工提摩太，去伫恁遐鼓励恁，坚固恁的信心，互恁中间无人因为所拄着的苦难跌到摇动。恁家己知，咱拄着苦难是上帝的安排。阮还伫甲恁做伙的时，有先甲恁讲起阮会受苦难，后来真正有发生，这是恁所知的。因为安尼，阮等袂牢，才找提摩太去恁遐，爱知恁的信心安怎，才免伫受试探的威胁，滴到阮伫恁中间的劳苦劳空。所以呢，基督徒就爱随时谨慎啦，时刻来警醒，免得呢入伫迷惑啦，耶稣基督这个的门徒，甲门徒讲，得警醒基督，这是方法啦，所以安尼咱才会通来连接伫上帝，得到上帝的保守。诗篇126篇，上主带咱这个受领的人转来伫锡安的时，咱亲像伫做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大声欢呼。列国的人讲，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咱非常欢喜。上主啊，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方有溪水搁在流，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着伊会袂困，欢欢喜喜倒来。求主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脱离凶恶，免得试探，互阮会通靠主来得胜。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